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8月7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，我是苏眉。今礼拜西南气流加上这2天的风太好，全台湾有真侪所在拢真热力。亲像高雄这一礼拜外，已经落比高雄平常时几年的平均雨量搁较侪。山区有真假处因为地基老了，随时拢有可能会放弃。彰桃园区的桥因为袂堪你串流冲登去了后，民众全部拢无法度出入，即马敢若会当靠直升机送物资上山。山区雨量惊人，高雄气象站测到礼拜一下晡2点进前，6区3点钟雨量超过200毫米，14点钟雨量桃园区、木林区、甲仙、三林雨量拢超过250毫米，6区和平路到中道进前积水拢无退。规暝啊，我惊来，水一直灌入去，就爱一直清出来啊。雨落落停停，水退过阴，一直清理家园真无奈。家人将厝内底用冻物件冻伫门下口，也人骑车经过积水的所在，无小心滑倒。门口哦，你刚你滑倒哟？对，脚一点点痛。形容你一个问题，因为挖路，点加路地基冲空气，铁片厝顶厝一边，好佳在无人受伤。全部崩落，这边全部崩落。天气的主要连外道路也受创，空中翕的卫兵员看到山顶的公路大部分拢淹崩落去，真惊人。藤枝连外道路18.2K 处因豪大雨势过大，造成道路崩塌，完全的全毁。并把铁路桥拆7冲登去，部落居民虽然撤离，只剩2礼拜存粮。七八早起，市府向内政部申请派遣直升机，再分4名台电人员物资甲台电装备360公斤上山协助抢修。市府统计为7月底到8月初7，山区内的雨量超过高雄规年度的年平均雨水量，所以市府宣布七八中道将灾害应变中心改造3级排泄。山区7区因为土石流，红色警戒无解除，依然维持2级排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继续落南来看屏东，这几天的大雨，互哪边乡村拢淹水。三地门的山壁崩落，万当有大排冲破报刊，田甲徛家拢入水。而且今日气象局阁对屏东发大水雨特报，后面将是真烦恼讲，这无简单才提起的大水，即马阁会灌入厝内。车开过。水喷甲比车身较悬，礼拜下晡，屏东县哪边因为雨势真大，又搁积水，民众烦恼车去予水淹着，有时拢停伫个大桥顶面，也有人趁积水无深的时阵，赶紧出来清水沟。你倒清了？条迄排水孔，倒清清的。一条河，你这无用开袂使啊？我出着看的啊。三地门乡青山村入口的所在，因为连日大雨，边坡也崩落来，土石甲大路砍一半，只好单向来通车。乡村半岛也是早起真侪所在积水，乌来路、真芳石也拢积水超过10公分。哇！这个雨是怎样？现在都几点的，天空乌漆麻黑的。听到雨声就真烦恼的，也有万丹乡兴泉村、兴安村的民众。拜六暗头啊，当地淋落大排，冻水壁互重起的开仔水冲歹去，差不多40公尺遐长，开仔水灌入去田内底，产业道路也有一寡徛家，加在一米过去啊，水退啊，也毋过雨若继续落，大排水恐惊会淹入庄仔内。当土墙哦，当水墙拢规拢崩去啊嘛，足快安尼咯，水就伫淹流伫庄内去呗。只是受到西南风影响，气象局礼拜搁则对屏东县全区发布大水雨特报，民众想要好天，赶紧来整理厝内，恐惊还搁等一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因若是中部地区，现日的天气已经有较好啊，不过也是一直有土石崩落来的消息。亲像是新德县的德21乡道公明崩坑，苗栗泰安乡的苗62线，主要的道路即马拢是完全袂通的。高铁的苗栗段目前嘛敢若单线双向通车，因为崩落来的山壁也未完全抢修好势。机车穿过六股马路，为放弃的河浜边啊，涉险过，民众拢感觉心惊惊。现在才发现。以前有看过这样子吗？没有。新德县第21乡道伫关西镇甲庆林乡交界公明崩坑，七下晡发生土石边坎崩起意外，连完工无偌久的边坎风后帮也对咧倒去，更挑甚至10度弯曲。关西镇境内崩坑北边出口车无法度通过。因为这个地方常常有没有？常常都会有沙下来的，有沙下来他才做这个嘛。我看这个已经困扰10几年了。
高铁苗栗通宵段礼拜六早起，边坎土石连落中道过后，苗栗甲台中双向暂停。暗过伫工程单位继续抢修之下，礼拜日恢复单线双向通车。列车可以慢慢通过高铁父亲节，全港班次正常发车，暗过1点5，2到5分钟行车时间。行政长苏贞昌去了解状况。像这样一天有1100公里水量，谁都撑不起，所以还是要谦卑一点。同时，我们也多一份准备，少一份灾害。受几啊天落雨影响，苗栗县50个所在石头连落路崩去，太阳乡侧边停班停课，因为苗栗12线主要道路完全断去。公馆乡的红草山区80公顷雨水伤过济，雪碧果，农民损失真惨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路僻风台实在是真歹流落，昨减少今仔日又搁结成风台，不过已经离咱较远啊。气象局就提醒，虽然西南气流变弱，不过还是会有晴光雨，而且嘛对台南、高雄、屏东等等的6个县市发大水福特报，大家就要特别注意。第9号风台路撇登陆中国了后，目减弱做热带性低气压 TT11，不过外围环流雨带加上西南气流雨带，为台湾西半部地区带来灾情，连北部嘛闪会过激烈的大雨。一直到隔天初八晚间2点，伫台湾东北部海面又搁得到有够的水汽，再一次发展做轻度风台，持续向东北方的方向快速刷去，恐惊是去日本九州。不过气象局是讲，虽然带来西南气流已经减弱啊，只不过也是有西南风的影响，苗栗以南天气也是无稳定。西南气流逐渐的减弱，但是今天在西南风的影响底下，高屏的外海还是有明显的强对流在发展，所以今天在中部、南部、苗栗以南地区天气上是比较不稳定。气象局早起持续对中南部6县市发布大水雨特报，包括着台南市、高雄市、屏东县有局部性的大雨，也是大水雨。另外，彰化、台东地区也甲嘉义山区有局部性的大雨发生的机会。另外，外界质疑美国、日本拢认定路票是风台，不过台湾认定甲国际无共款。气象局甲气象专家拢出面来说明，因为中心风速无达到每秒17.2公里轻度风台标准。它在通过台湾海峡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各项的资料显示，它应该还是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的强度。靠近金门的时候，金门的风呢也差不多阵风只有到5、6级而已，不算是一个典型的台风。因为我们掌握比较多的数据，当地的气象单位是可以认定说它是不是台风的。气象局表示，轻度风台路撇已经离开啊。另外，轻度风台银河已经离台湾有2000公里远，无影响。若是泥炭风台，伫早起8点变做温带气旋，已经无威胁。只不过西南风的影响，南部水汽也真侪。若是北部、东北部的山区，拢要注意到午后雷雨，也有可能有局部性的大雨机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仔日有一批疫苗到货咯，是咱家己买的莫德纳疫苗，加强99600筒。指挥官陈时中就表示，这边的量真少，会阁考虑看安怎安排是上好的分配。另外，疫情的方面，今日是增加4例本土、3例带病入境，也阁有3个人不幸染病死亡。疫情指挥中心宣布，会开放专职病房第1类医护人员，第2期用自莫德纳，搁增加开放53到54岁第9类的有用自莫德纳。就在国内莫德纳用要用完的同时，也传来好消息，政府家己买10万剂莫德纳疫苗，初八透早为卢森堡起飞，按算下晡3点半会到桃园机场。只是这一摆到货量依然无济。也互外界烦恼，恐惊无法度缓解国内疫苗无够问题。国内医师就建议民众转念，有啥物就做啥物。如果施打了1剂疫苗，那你的基本的保护力至少还有一定可能有50%以上哈。如果 Delta 病毒当然稍微低一点，所以强烈建议目前还在苦守莫德纳单一选项的人，可能真的应该好好考虑你们的选疫苗的策略。医师表示，目前国内疫苗是真欠缺。以台北市为例，这个月只做11到13 2轮加月底高端。虽然13做的是莫德纳，不过数量无济，而且有限制类别甲年岁。若原本伫医院登记平台只交莫德纳的人，这时间恐惊无法度注册疫苗。
万一台湾有疫情的时阵，连上基本的保护力拢无，所以只选择一个品牌主的民众应该要重新思考。到目前为止，国内已经注915.4万剂的新冠疫苗，人口注射率已经负36.88%，虽然比世界平均的19.73%较悬，不过若要达到群体免疫，依然有一段距离。台湾的疫苗的购买的速度没有日韩来得快，所以在后面的这个接种速度，台湾一定会慢下来，除非疫苗能够好好的到位。医师表示，虽然初步下晡有10万剂莫德纳要到台湾，不过即马政府的政策是爱先冲关第一剂的注射率，第二剂慢慢才去讲，来应验国内疫苗无够的问题。基本上做第二剂，甲第二剂做别个品牌拢排伫后边，所以民众唔通即马就妄望用做到第二剂无共款牌子的疫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疫情影响全世界，咱大家拢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。亲像是法国甲意大利出入公共场所，都拢爱摕健康通行证，引起真侪民众大抗议。也有泰国，因为民众不满政府无在调防疫，毋若欠疫苗，佮长期甲因封锁，曾有真严重的抗议活动。泰国近千名示威者支持我国政府的防疫集会限制，伫曼谷胜利纪念碑周围抗议。因为因无法度忍受政府防疫失败，做疫苗计划延迟，本土 A 级疫苗3年出问题，一直封锁观光业，互老百姓生活受影响。提出总理帕拉育落台检测王室甲军队预算，使用辉瑞、莫德纳等 mRNA 疫苗等3大诉求。因游行去总理徛街的途中，拄到数千个镇暴警察阻挡，街路各一摆限制水炮、催泪瓦斯、甲手铃枪支坐飞，亲像战场的乱象共款，真侪人受伤甲被掠。ตอนนี้เรายังไม่ได้วัคซีนกันเลยบางคนและอย่างที่บอกคือเราต้องการให้ประยุทธ์ออก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เราอยากให้เศรษฐกิจมันเดินหน้าครับและตอนนี้เราทำอะไรไม่ได้ล็อกดาวน์ไม่มีงานทำคนมันจนมุม泰国初次新增加21000外件确诊，加212例死亡病例，情势是十分的严重。镜头转到欧洲，法国宪法委员会初步批准扩大使用健康通行证，也就是做过疫苗或者是48点钟内抗原阴性，或者是染疫康复的证明。法国人初九开始想要伫露天咖啡座、啉咖啡、进出公共场所看表演，坐飞机、火车，拢爱有这个证明。当局在启动延后民众赶紧做疫苗，目前全国差不多有55%的人口完全做疫苗。不过反对者认为自由受侵犯，已经连续第4周末，在法国各大都市抗议，初次估算全国有超过23万人参加，包含巴黎17000人，超过顶一周末的纪录。同款场面也佫出现伫意大利，健康通行证车落上路，也伫全国各大都市引起数千人的抗议。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。咱的选手伫咧奥运摕金牌时阵，颁奖典礼就会演奏一条国旗歌。这条歌予台湾人民的感受实在是真复杂。迄阵注心台语戏剧咧创作的阮剧团，有团员重新甲这条歌填词，写出一条台语版本的歌曲。熟悉的歌曲，不过煞是无共语言甲歌词。原本用华语唱的国旗歌，有剧团的成员用台语文重新创作新的歌词来演唱。MCJJ 就是这条歌的创作者，伊是想讲，其实因为阮的母语是台语嘛，所以阮用台语来写这条歌。伊迄个头壳内底就浮出来一句台词，就是讲，不管伫倒位，不管伫何时，这就变做这条歌的第一拍。这条用台语文创作的国旗歌内底，歌词的意思真好了解，而且内底特别点出台湾人为倒位来对倒位去，表达台湾的多元历史文化。过去拢是唱华语嘛，细汉时国校咧学的时阵，其实听无这个歌词是咧讲啥物，即马甲改做台语，我感觉搁较亲切，搁较好捌，尤其是搁较接近台湾这个土地。另外一句就是该变转来，因为其实咱台湾人民有一寡人是安尼，即近日嘛嘛有做拍拼会当出去，其实这拢是咧为着咱台湾的和平，有着家己的希望，行出去无共款的所在，行即摆台湾。
阮剧团讲，台湾是一个多元的国家，有真侪族群。希望这首台语的国旗歌只是一个开始，嘛期待无共语言的族群做伙来创作各种符合台湾族群的国旗歌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今仔日是父亲节，伫遮先祝全天下爸爸阿爸节快乐，恁辛苦啊！英国真侪家庭拢会大大细细带去餐厅食饭，感谢爸爸辛劳。不过今年拄着疫情，未足民众是加减的烦恼，所以真侪业者就表示讲，今年的生意甲英国是差真侪。我近用餐期，有民众店门口排队，但是斟酌甲看，店内的人还是无多，排队的较侪是等买炸走的人客。会想要就是说在外面用餐吗？不会，目前不会，就买个东西回去吃，没有特别清楚，因为好像也刚好碰到习俗。就是有定位餐厅还是就是没有在家吃了。就还是会怕吗？晚上对，只是说今天要买东西才来这边消费一下。英国父亲节，餐厅的人潮应该拢客满满，甲即马是差真济。虽然拄好是节日，嘛是湘北开放式来食食的第一个休困日，但是餐厅甲大卖场的美食街内底用餐区，坐咧遮的人也是少数。虽然有餐厅表示人潮有比进前好淡薄仔，不过也是无法度转去疫情发生前的水准。大概多了3成左右吧，3到4成。这个是外带吗？内用的部分还是会比较多一点。那像你晚上今天就有客人有先约了？对，目前大概1半左右吧。好，小姐，你帮我扫一下这个 QR code。真侪店头虽然拢遵照防疫规范咧做，但嘛清楚人客惊无安全，搁咧丢毒。嘛有餐厅有权只开放炸走的服务。面对疫情造成的改变，有店头是无奈讲要恢复以往大家欢乐庆祝的气氛，可能搁要等一段时间。记者陈嘉文、曾派文采访报道。明仔载天气是安怎？咱来看国际头的详细资料。北部地区26度到33度，中部地区25度到31度，南部地区25度到30度，东部地区26度到31度。外岛地区26度到32度。奥运2礼拜比赛已经结束啊，接落来6点半请唔通转台，继续收看阮为您转播的东京奥运闭幕典礼。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，我是苏眉，晚安，再会。